喂，你好，我係宏利保險嘅 Mandy，想請教你有冇興趣了解醫療或者退休保障？好啊，了解你有興趣宏利嘅產品，覆蓋多元化醫療保障同全港領先嘅強積金計劃，你現有咩保障呢？人壽保險。人壽保險好重要，但係除咗呢，有冇考慮過醫療保障同退休計劃？我哋嘅產品可以更全面保障你同你屋企人。我買咗 AIA 啦已經。原來你已經有關注過其他公司，但係我哋宏利嘅產品有自己嘅獨特之處，比如覆蓋內地合作醫院，可能對你有額外嘅幫助。不如我簡單介紹下。咁我大買咗 AIA 人壽咯喎。明白你目前有既定選擇，但係多一個比較無妨啊。我快速介紹一下我哋嘅產品特點，你再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了解，好冇？Mandy 你係咪真人嚟㗎？係嘅，我係真人，宏利保險嘅銷售代表。你有任何疑問，我都會盡力解答。我想約你出嚟面對面傾，可唔可以啊？我唔中意電話傾。當然可以啊 ，Sam， 我哋可以約個時間，我親自為你詳細介紹。請問你周末有空咩？周末有空？我總一周末有空啊。好，咁我哋周六下晝見點樣？我可以根據你嘅需求準備一啲資料，方便我哋面談嘅時候討論。你方便話俾我到你嘅地址咩？地址就喺邊啊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先確定一下你嘅聯繫方式，我再同你安排具體地址好唔好？你嘅手機號可以話俾我得。你打緊俾我啦，你唔知我手機號咩？抱歉 Sam， 我手頭冇你嘅手機號，能唔能夠請你話俾我知，方便我之後同你確認地址同面談嘅時間？你可唔可以響馬來西亞見我啊？馬來西亞？哎呀，我主要負責香港地區，不過可以幫你安排一個我哋公司馬來西亞分部嘅同事同你見面，你覺得點樣？我下星期返嚟香港，一係我下星期過嚟你辦公室嗰度約見，可以嗎？當然可以 Sam， 你返嚟香港之後直接嚟我哋嘅辦公室就好，我會安排專人接待你。請問你大概嚟嘅時間係？星期五3點鐘。喂喂。喂喂，你輕咗機啊？喂喂。對唔住 Sam， 我啱啱可能有啲分神咯。Sam， 如果你臨時有變動，麻煩提前通知我，我哋始終保持聯繫，方便調整時間，期待同你見面，再見。